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2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第50到第10节，路得记第4章13节到17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11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救恩的愿望。路得原本是一个无有愿望的人，因为伊的大官死去啊，伊的大伯啊嘛死去啊，伊的翁婿嘛死去啊，因的全家三位拢是官府，就好亲像伊的大家拿俄米所讲的，就算我今仔日永远会当结婚，阁会当生育，嘛无法度互路得顺利甲伊的小姐啊结婚。但是呢，咱真正有分享过，路得伫咧面对绝望的将来时阵，伊也是用上帝的眼光来面对，因此伊就得到上帝的接纳并且祝福。不但安尼，伊阁成做上帝伫拯救计划中间一位重要的人物。路得记第4章13节到17节，记载着路得一生最重要一个时刻。波阿斯就娶路得做某，波阿斯甲伊同房，上主互伊怀孕，伊就生一个囝。有人拢来甲拿俄米讲，愿上主得到称赞，因为今仔日互你一个会当继承你的产业，佮照顾你的人。愿这个囡仔伫以色列有好的名声。愿伊恢复你的元气，伫你年老的时来甲你奉养，因为伊是听你的新妇生的。这个新妇比7个囝更较好。拿俄米就抱这个囡仔伫胸前，请伊大汉。厝边的妇人讲，拿俄米得到一个囝，因就甲伊号名叫做俄比得。伊就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是大毕的老爸。这是法律书的后代，法律书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阿米拿德，阿米拿德生拿顺，拿顺生撒文。撒文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比得，俄比得生亚西，亚西生大毕。彼得伫咧提醒这个初代教会基督徒，着爱坚强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成做一个无通指责，阁无有缺点，甲上帝好好的人。安尼就要得到新天新地的祝福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11节到18节安尼讲，既然这个一切会安尼来毁灭，恁着安怎做人？你的生活着圣洁、敬虔、听候搁催逼。上帝的日赶紧来临，伫迄日，这个天会互火烧灭，天体会互火烧扬。毋过，咱伫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的新天新的地，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既然恁伫听候这个代志，伫上帝面前着尽力追求，互家己无欠点，无通指责，甲伊和好，着将咱的主宽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。这嘛是咱亲爱兄弟保罗用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看免的。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这个事，伊的批有一寡恶的理解的话，遐个愚妄无定性的人会甲伊曲解，拄甲
因伫扩解其他的经文共款，结果因家己讨灭无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恁既然大生即个代志，就谨慎，才免互歹人用错误的言论带去行错误的路，离开恁坚固的立场。就伫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下，甲对伊人物继续进步，愿荣光归乎伊，对现在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这是上帝互世间人救恩有言甲愿望。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愿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的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。伊赐食物互夭饿的人，上主讨帮受关押的人，上主互盲人会看见，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锡安哪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会通坚持过着纯洁的生活，努力甲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，领受着新天新地的恩典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